今麦想要求我的姻缘啦，什么时阵我的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会出现？嘿，好不？好，啊，你甲点一个点一个签筒，点落，好，大牌一支签，啊来看今仔是啥物签？有够久的。好哦。啊，伊丢完签了后啊，爱跋杯，来，你爱看，嘿，你点者，你点者跋杯，而且线上跋杯爱讲你的签敢是60号？哦，黄甫千岁，苏府七代雄，我的签敢是60号？若是，互我一个圣杯。好，来看哦。圣杯呢？来，伊遮就会出来一条，你今仔的签，画出光辉本清袂歹呢。吉，无魂总是必应色。敢若看来是袂歹，毋过你也是，我拢完全无了解是啥物意思。这个吼，拄则这吼，对，你嘛免讲去解说，种这签啥，伊会甲你讲门当户对。真正假啦！伊会谱出来，一定谱。这音人咧谱啊啦，哎呦，咧谱。